目前台南的关会中心位伫咧中西区的巷仔内，因为伫巷仔内，所以大型的关会车要出入的时阵嘛较无方便。加上最近几冬一直以来关会作业业务量增加，台南的关会中心伫咧安南区规划设立新的场所，并投入10亿的经费，准备打造全台湾上先进的自动化会议制作中心。今天是南部这个血液制造中心的动土典礼哦。我要特别感激一个人，就是我们的黄伟哲市长，特别感激。我还记得3年前我特地到这个市长室呢去拜托他说，我们这个要投资要新建这个地方。这个其实这个案子是12年前就开始了呢。12年前这个建筑师就知道，12年前就开始，都一直没有办法弄。我们终于下定决心要来干。那我现在就跟市长还有大家报告这个的重要性。我们血液基金会准备投资10亿元来做这个地方的硬体加上软体。将来呢，从嘉义以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澎湖，所有的血液供应都是会从这一个地方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全省1半的土地，它要供应1半的土地的血液，40% 的人口是靠这一家。真的很感谢哈，这个我要引一句这个蒋经国副总统所说的：“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好，所以说正好就是我们侯董事长所说的，好，这个血液基金会我们新建的作业大楼的一个重要性。好，如果今天不再做，第一个，好，土地又变贵了；第二个，建材人工又变贵了，好，整个经费又变更高了。但是你知道我们血液基金会我们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个血它没有办法一直这样跟着这个成本一直调高，所以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我们地方政府能做的，第一个当然是希望说工程如期如此的完成，好。第二个，但是我们一定要是做好很多配套的措施，譬如说我们减少事故的发生，减少车祸的发生，把地方做得更好一点，让交通秩序维持好一点。那这样大家需要大量血液的机会就少一点。虽然血液基金会的生意少一点，但是功德就做很多了哈。新的关会中心占地1200平，未来嘛引入超过200位的人员，嘛集中高雄佮台南的关会中心技术部门业务，和自动化的设施来提高作业的效率。透过先进的设备，有机会成为南台湾的会议中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